道有一种性命叫圣洁，请曾牧师。咱真欢喜今仔日的圣歌队伫爸爸节顶悬唱出咱的祈祷。我最亲爱的阿爸，对日出到暗暝，对少年到年老，咱的上帝就是咱的上帝。请听上帝对咱属伫伊的囝子所讲的话。上帝讲：“我是圣洁，恁着圣洁。”咱的上帝爱咱过圣洁的生活，因为咱的天父是圣洁的老爸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在座的爸爸。恁的查某囝讲，有一日我结婚的时，我要找一个亲像我的老爸，这能顾家庭的老爸。愿恁的后生伫因的婚姻进程，看到恁做妈妈的人，伊讲若有一日我娶某，我一定要娶亲像我的妈妈安尼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的天父上帝通过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将天灵逐种属伫上帝，逐种伫上帝手中每一项的祝福，拢临到伫咱的中间。今仔日咱的过爸爸节，咱应该爱感谢天顶的老爸。昨我得到一个足贵重的父亲节的礼物，就是36罐的可乐，有够重。对教育局要搬入去到图书馆，我感觉阮查某囝既幽默又贵重，互我36罐的可乐。兄弟姊妹，咱互咱的天父上帝什么种的爸爸节礼物？咱的心，咱做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做自己，因为阮属于你。你是阮的阿爸天父，是阮最爱的天父。对阮少年到年老，对阮认捌你到阮一生的结束。你永远是阮的上帝，阿爸天父，阮伫这个庆祝爸爸节的这个时间，阮来到你的圣殿，我要对天顶的上帝阿爸天父讲，愿你永远做阮家族的上帝，阮要永远做主你的囝子。主你对阮讲话，就亲像古早你引出以色列人脱离受困绑的日子，你互因伫旷野的中间听见上帝你的话，你的话就是圣洁的法典，你的话就是清气人生命的话。主求你今仔日嘛对阮讲话，阮伫你面前静静听，求主你甲阮三甲地地，祈祷我可耶稣的性命。阿门。人用什么种的方法？用什么种的想法来过咱的一生？伫圣经中有一种伫今仔日这个时代，互真侪教会忽略的一个功课，叫做圣洁。今仔日的教会较爱讲怜悯，今仔日的教会较爱讲上帝赦免人，今仔日的教会较爱讲上帝会听无限的包容。但今仔日的教会有时有一种的丢度，唔敢对身边的亲人兄弟姊妹讲，咱的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，咱都爱过圣洁的生活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来到圣殿，特别伫礼拜堂的内底，咱有一个真要紧的礼物祝福。就是伫圣洁的中间受到祝福。所听的教会的青年，牧师要甲恁讲一句话：婚姻毋是对结婚礼拜开始，婚姻是对恁细汉的时阵
也毋知影婚姻是甚物的时候，恁就伫上帝的面前讲：主，我要过一个圣洁的婚姻的生活。当恁也要找到恁心中的白马王子，甲白雪公主进前，恁就伫心内咧准备，因为用圣洁所较无听候追求这种的婚姻的生活，其实伊的祝福大到咱无法度想象。圣洁就亲像一个防护罩，圣洁就亲像一个上帝予咱的免疫抗体。伫不得不觉的中间，咱毋知影，上帝用耶稣的保护保护咱，魔鬼的攻击、试探、引诱，予咱伫不知不觉的中间，咱有平安。所听的囡仔，上帝宝贝的囡仔，圣洁是恁一生中间一个真要紧的功课。但是世间无完全的人，包括恁的爸爸妈妈，包括恁的牧师，世间无一个人是完全的。但是咱的上帝讲，我是完全的。所以上帝要将这种完全的画面想述给咱在座兄弟姊妹。原来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，主每一摆做礼拜，拢是我定心伫你的面前更新的开始。有一个离开咱的兄弟，伊的名叫做张峰，张辉南兄弟，就是李美杰先生。伊伫咱的教会出入短短尔，但是一摆伫探访的过程，伊坐伫伊的厝甲我讲一句话。伊讲，逐摆做礼拜，我上爱听的就是圣诗506首，就是赎回祈祷、悔改认罪祈祷了后，咱所念的迄条圣诗。上帝羊羔就是除去世间人的罪，一个失去圣洁的活命，伫人生中间流浪，忽然互上帝光照。伊才发现，原来伫这个世俗的世间生活，人不知不觉受到世间最多的想法、道德观念影响伊的习惯，甚至连家己都无感觉。我毋是咧批评辉南兄弟，毋是，这就是牧师伫今仔日的祈祷书内底咧讲。主啊，伫我不知不觉的中间的世俗的生活，已经互我已经失去判断甲反省的能力。辉南兄弟伊讲，伫庙埕大汉的囡仔，甲伫教会大汉的囡仔无共款。这恁同意吗？我看这句话做信仰的告白，我听这句话当作学了上帝的见证。辉南兄弟是伫庙埕，拄真正是伫庙埕，因为伊的门拍开就是一间园林的一间叫做定什么定国宫哟。伊对心中感慨，我嘛听到妇人伊安尼学了讲。伊讲，伫所有的社团，伫所有的团体中间，无一个团体亲像教会，互我的囡仔，互囡仔得到上好的成长跟教导。愿咱的上帝得到荣耀甲学乐。愿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恁因为恁的囡仔来心满意足。愿咱认真伫你的囡仔面前见证，因为我的老爸是圣洁的，所以我毋是对我的太太负责任，我是对我家己负责任，因为我属于上帝。所以你的囡仔也因为你敬畏上帝，所以因的一生就伫不知不觉的中间，养成一种圣洁的生活。
天父上帝祝福咱。圣洁是一个记号，恁同意吗？圣洁就是一种活命，圣洁嘛是一种的保护甲祝福。所以圣洁是一种的活命。如果有基督徒，伊无教伊的囡仔过圣洁的生活，就亲像咱应该听雅各讲，信心若无行为，是啥物？是死的，因为伊亲像人无灵魂同款，有肉体无灵魂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明白，追求圣洁毋是基督教的专利。兄弟姊妹，各种的宗教拢教人追求圣洁的生活，你讲有无？印度教。因为一生有3个愿望：第一，一定要到婆罗门教的圣地，伫圣地的庙的内底敬拜因的神明湿婆神；第二项上重要的就是一生上少要有一摆去恒河，伫恒河中间洗身躯，啉恒河内底的水。恁若去恒河旅行过人，恁一定会感觉真失望，因为恒河是一个足太过洗洗热热、拢流伫迄个所在。但是这印度人无感觉迄垃圾。你我咱来看过，咱感觉讲这是真迷信、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。迄种水，可以再摕来煮饭，可以再配起来啉。但是伫因的信仰的中间，因感觉恒河是全世界上清气、上圣洁的水。因的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死了后，伊的亲人、子孙会当伫恒河边啊，甲伊买一寡茶，然后将伊的身躯挥发了后，互伊归于永恒的恒河。去轮回，伊对着这个清气的河，就亲像到天堂的所在。真侪宗教拢咧教咱都爱清气，毋是基督教敢若教咱过圣的生活。包括佛教因咧教囡仔小沙弥，伊嘛有守10条戒，但迄10条戒甲咱台湾咱的圣经10条戒无共款。因守真侪戒命。第一个要改掉什么？改掉上心中无适当的欲望、贪心、欲望，遐会无好。所以用象征性的莲花来有标追求宗教的信仰。咱拢会学了讲，莲花是一种出淤泥而不染，对不？意思伫这个世间的生活中间，我会当亲像这朵莲花。虽然生活伫弯曲背逆的时代，但是我的生命有清气的生命。各种的宗教拢安尼，包括迄个主人崇拜的印第安人，包括咱台湾的原住民。其实早期因真侪时阵烧祭，也是讲伫因咧做因的祭司，毋是因咪叫做祭司，因来叫做我即马叫袂出来。因咧带因做宗教仪式的时阵，常常伫帐篷的内底用迄个某一种的香草、某一种的药草，然后烧起来的时阵，互迄个香来接近你的生命。我无要甲恁讲遮字字节节，但是我要甲咱讲，咱的天父上帝，伊嘛甲咱讲，上帝本性就是神圣。神圣圣洁这个字伫圣经的中间就是清气，所以伫五经摩西五经内底有讲，上帝是一个祭邪的神。你捌听过这句话无？伊讲上帝亲像火山爆发，是烈火。上帝是一个祭邪的神，意思是上帝伊无爱垃圾的代志。那换一句话，咱今仔日来做礼拜。咱带着真垃圾、真歹味，咱来到咱的天父上帝，
上帝有缘，因为伊会听伊怜悯咱，但是伊忍受咱。但是咱却因为用咱的习惯，不自觉当中，互咱的天父上帝常常都爱忍受咱伫生活中间互伊的艰苦。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伫你安静的时，对咱在座每一个人讲话，互咱的心中深深有感受着讲，主啊，过去就过去。但对今仔日开始，天父上帝帮助我的家族，讲话有清气的话，思想有清气的心，我的灵魂精英有正直的心踮伫我的内底。像这你愿意安尼祈祷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主的面前拢有这种的决志。咱愿意过圣洁的生活，不是因为圣经的要求；咱愿意过圣洁的生活，是因为咱敬畏上帝。咱若伫一个真心中的场所，咱受邀请去参加迄个聚会，我相信咱拢想要穿上整齐、上清气，你感觉上满意迄领衫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咱想要互人看见，咱对迄个场所的尊重，咱嘛想要互人看见，咱的生命有一个水伫迄个内底。基督徒追求过圣洁的生活，毋是因为伊是10条戒。检在耶稣想讲10条戒歹背，所以就改做一个新的改名，叫做2条戒，2句话就解决。因为10条戒要背到头，我相信你我咱中间可能无一个人有法度。恁啥物人若有，请恁举手。恁有法度对头到尾10条戒。所以耶稣检查安尼想讲，安尼歹教歹背。所以耶稣讲，恁着真心真性听主你的上帝，有无？新的改名，第一就是听上帝，第二就是听人亲像家己，安尼尔。但是愈得愈歹做呢，是无？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真简单咱感谢耶稣讲，耶稣因为我的愚公，所以你互上帝的真理变做足简单的，迄个圣洁的道理，摩西5经爱读5本，10条戒都背袂了，佮背到5本。但是摩西5经最重要是要帮助咱。将所有上帝咧讲的清气的生活落实实行伫咱每一项的日常的生活，所以行了咱袂晓做。所以摩西5经逐项交代，你伫教会奉献爱安怎奉献，你烧节安怎做，平安节安怎做，礼拜堂安怎起，讲台安怎做。行了咱对上帝伊圣洁的生活、圣洁的本性无了解。但是上帝，伊互耶稣甲圣神帮助咱，互咱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第一个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来享受，毋是来学习尔。因为当你的心内有一个清气的心的时，你的生命会改变。你的对内面有一种的自我的尊重。人必自重而人尊重。一个基督徒因为对内心有上帝的本性踮伫咱的内底，所以咱尊重咱家己做一个人，咱开始享受迄种的满足。所以圣经内底咧讲的灵魂精英，是一种真水的生命享受，就亲像我拄洗身躯了后。倒伫真清气的面床，感觉真轻松，所以我就会让安然享受暗时的快乐。恁逐摆来教会，恁有感觉教会大厅足清气无？但是恁敢知今日透早只有一个人来扫教会。因为过去还有小经济，但小经济这2礼拜无来做礼拜，恁知影无？
检查小见，这是因为骨刺，所以伊对一礼拜前就开始无法度行路，啊，今摆咧做复健，咧做针灸，咧检查了后咧做复原。今透早头一个来就是庄汉斌，落雨啊，无输甲讲卖扫，伊嘛是啊个扫甲了。兄弟姊妹，咱享受一个入到教会内底清气的空气、清气的礼拜堂，咱伫上帝面前，敢有付出任何的代价，要用清气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？我还阁讲第二个来的，无伊也毋愿讲，谁来甲咱讲着庄汉斌，无讲着我啊。张家利、张家富。兄弟姊妹，阮毋是干那学了因两人，其实咱教会有真侪人，包括书记姐，伊伫每一个礼拜拢是整理这个礼拜堂。兄弟姊妹，最咱会当做的，但是最基本，互咱清气的心、正直的心，穿圣洁的装他来敬拜咱的上帝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。伫今仔日个礼拜圣经中间，牧师叫我讲，但牧师拢甲我讲，你讲都爱讲较短，讲较简单的，吼，毋通亲像一新人伊咧上课安尼，吼念足侪经文，逐个无人记，无拄拢记会掉，哦，所以今仔我只有讲两项，圣洁是一种生命，圣洁是一个功课，啊，你若袂记，就记这两项就好，哦。第二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来过圣洁的学习，做清气的基督徒。因为这是上帝的要求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所读这本圣经中间头前的5本啊，创世纪、出来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，这5本的圣经叫做摩西五经。伊中间有一段足重要的，叫做圣洁法典。因为这5本册最重要就是要帮助基督徒甲犹太人、以色列人伫上帝的面前亲近上帝。这中间阁有一段特别是伊的核心，就是一支锁匙。咧读新约的人家号名叫做圣洁法典。利未记17章甲16章。啊，恁若歹记，恁甲记。这段中间有一段话，就记载伫出来记，叫做摩西，叫做啥？10条诫。圣洁法典最重要就是10条诫。10条诫最简单的意思是，上帝甲伊的囝儿讲的10句话。第1句到第4句就是听上帝，第5句到第10句就是听人。所以10条诫的第1个部分就是咧讲起人甲上帝的关系。10条诫的第2个部分对第5条到第10条，伊咧讲起咱伫日常生活中间人甲人的关系。牧师一开始就甲恁讲圣洁，啊，牧师用一个比喻叫做婚姻。牧师嘛，甲恁提醒讲，圣洁的婚姻毋是对结婚典礼开始，圣洁的婚姻是对恁有意识到，有一天你突然感觉到你是一个男孩子，有一天你突然感觉到你是一个女孩子，有一天恁开始感觉到，我有一种的性别，对迄个时阵开始。听候上帝，用圣洁过上帝所予恁的祝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圣洁法典来到耶稣基督的手中，我会感动。耶稣将10句话改变做2句话，将句话改名改做新的改名。耶稣讲：恁着尽心尽性听你的上帝，佮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2条诫是全律法中间最重要的。兄弟姊妹，圣经其实真简单，是因为敬畏上帝，所以过圣洁的生活。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包括做礼拜中间所听的解说圣经的讲道，最重要就是要将上帝的祝福转化成做咱听有的话。帮助咱的话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
圣经所写的话，就是将上帝圣洁的本性，完全帮助咱落实伫你生活中间的各种的赞处。如果有一个人将上帝摆伫伊的婚姻的头前，我会使无婚姻，但是我袂使无上帝。或者你想这种的态度，会发生什么代志？我会使无事业，但是我袂使无上帝；我会使无婚姻，但是我袂使无上帝；我会使无学历，但是我袂使无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恁想想，这种的祈祷会带予这个人是咒诅还是祝福？兄弟，恁想咧？原来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伫上帝的面前讲：主，我是一个极其卑微的人。今日你通过圣神的帮助，我忽然了解，我以前所追求的生活各种的享受，原来迄是看袂到的偶像。我伫日常生活中间，我看最重要的在一切。主啊，原来这就是伫我生命中间捆绑我看袂到的偶像。我虽然笑遐印度人，伫迄个泰戈水的顶悬的身躯，我领受洗礼了，又阁算啥咧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决志讲，主互清气成做我生命的记号。帮助我对今仔日开始，一句垃圾话都无对我的嘴出来，互我的手清气，互我的心清洁。也这会使无这个世间，但是袂使无上帝。这是基督徒手中最重要祝福的锁匙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有上帝的话。我一直对少年到今仔的思考，什么叫做祭邪的神？有一日你若去坐捷运，你的边仔若坐一个街头游民，身躯做垃圾的，你可能犯车厢，你会袂？嘛有可能啊，因为你感觉坐伫伊边仔歹味，啊，我莫歹势该排斥，所以我就慢慢啊刷较边仔去就好。有一日咱咧旅行的中间，有可能你会看到一寡游民，派一寡遐有诶无诶，但是咱一想到就是，这个人敢会伤害我？这个人敢会无正经？但是咱的天父上帝是一个祭邪的神，伊虽然无责备咱，无审判咱，无伤害咱。但是无代表咱的上帝对垃圾误会、沉沦这些代志视而不见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听见今仔这句话。今仔这段圣经记载伫以色列人出埃及3个月，因离开埃及，过红海，行到旷野，来到上帝呼召摩西的迄粒叫做西奈山。圣经嘛有时甲西奈山改叫做何烈山。有人讲摩西伫迄个所在看到燃烧的荆棘，所以有一寡地理学家在咧解说讲，哦，迄个山一定是火山，所以有当时会亲像火山爆发会倒火，所以边仔会倒起来，蛮有道理的。但圣经不一定爱安尼读啦。来到何烈山。上帝伫迄个所在用伊的镜头写10句话，叫摩西摕落山骹。这个故事就是十诫的由来，有无？伫这个故事中间，今仔咱所读的话，就是上帝立约，上帝将圣洁法典，上帝将伊爱伊的囝儿，真侪圣洁的人，伊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互摩西
带入去到伊的生活的中间。所以讲，因来离开菲利斯丁，来到西奈的旷野，伫山骹大布皮。摩西去到山顶，上帝对伊讲：“你爱甲所有的以色列人雅各的家族，甲因讲，恁有亲目睭看见我对以色列，对埃及将恁带出来，带恁过红海。我怎样互摩西去关啊，互红海分开？我就亲像鹰鸟，甲恁放伫我的肩胛头，带恁飞到极远的所在。我的目的。”是要互恁对今仔日开始，称我做天父，恁要做我的囝子。上帝甲摩西讲：“你爱甲以色列人讲，尊趁听我的话。对今仔开始，恁要做祭司。祭司的意思就是伫世界的头前，代表上帝。”人若看到祭司，就看到伊背后，就想着讲，这个祭司背后有耶和华上帝伫迄个至圣所会幕的内底。所以基督徒讲做祭司的意思，就是讲做一个圣洁的记号，伫竹灯乡，互人知影讲，因这阵基督徒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伊讲，你要讲做圣洁的百姓，所听兄弟姊妹，愿恁有感动伫上帝话面前，你甲上帝讨讲，我要亲像以色列人，记拿上帝所讲的话，我的家族要一生照安尼来做。愿咱的家族听上帝的话，对10条诫、旧的约变新的改变，尽心尽性听咱的上帝。佮听厝边亲像家己。雅各使徒雅各安尼讲：信心无行为是死的，则亲像人的身躯肉体无灵魂共款。求天父上帝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中间，互咱有正直的心，有清气的心，互咱守节心清，互咱自然而然伫主的面前，咱领受圣洁是一个记号，圣洁是一种生活的方式，圣洁不是勉强出来，圣洁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光若踮伫我的内底，我就称做光明的囝子。有一层，咱教会广告片，你带咱的兄弟、青少年伫大厅跳一条舞，叫做什么？我们是光明之子，要记得一辈子用你的心唱。这请你昨天晚上你为爸爸唱的那一首歌，上帝祝福你做爸爸，为那一首歌唱给上帝。不是干那刘一成呀，所有咱在座囡仔，你们是上帝的宝贝，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。圣洁不是勉强的，当上帝将耶和华要放伫咱的内底时，你无勉强。圣洁是一种的能力，是一种表现。拄则牧师讲，圣洁就亲像一个指甲。圣洁是一个属灵的军装，伊要互咱拄着试探的时，不受迷惑，不软弱。所以圣洁最大的价值就是互基督徒透大风魔鬼的引诱。亚当甲夏娃伫蛇甲魔鬼的面前，因失败，因为因无用上帝的话赢过迄个试探。耶稣伫旷野40日的禁食祈祷，伊赢过魔鬼，伊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用上帝的话，所以耶稣互人的软弱，成做得胜的开始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伫普通时就坚持过清气的生活。有一日试探临到的时，
咱忽然会感觉，代志过了，你才发现讲，我当时较无跋倒，我当时较无迷信，毋是因为咱真敖，是因为上帝将力量放伫咱的内底。都来到今仔日圣经最后一句话：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伫咱祈祷的时，上帝拍开天顶的门，将天顶的祝福放伫咱头前，互咱亲像以色列人享受上帝属灵的祝福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上帝将伊的祝福放伫恁的家庭，对咱，到咱行行顺顺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圣洁的上帝，求你怜悯我，伫不知不觉的中间，我受到世间侪侪思想甲习惯来影响，慢慢，我嘛甲这个世间同款，习以为常。主今仔日你的圣神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，提醒阮。阮的天父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所以阮就爱追求圣洁的生活。天父上帝，阮已经足久无这种的感动，求你的圣神进入我内心的所在，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见你的圣洁。你用手按伫我的心头，互我看到我的老爸，亲像看到我家己。求你的圣神，甲我做清气的心，将正直的神放伫我的内面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，用你的宝血洗我清气，用你的腿，用你的管来教示我。互我的灵魂静用，主唤醒我伫这个世间侪侪迷惑的假的道理，互我追求真道，顶头生荣耀上帝你的名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是有罪的人，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的赦免甲怜悯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